南海13郎，南海13郎，南海13郎。南海13郎嘅舞台劇嘅版本，96年我拍《南海13郎》，97年4、5月嘅時候就開始公映嗰個電影版。咁啊，公映嘅時候咧，就公映前咧就嘉禾電影公司就話：不如咧你哋個舞台劇都一齊做啊！咁喺香港個聲勢咪好大咯。咁嗰陣時我哋喺演藝學院做咗成個半月啊，38場話劇。做緊舞台劇嘅時候，同時做緊電影，有好多人係睇完舞台劇去睇電影，亦有人睇完個電影去睇舞台劇。呢兩個表達嘅形式係有咩差距呢？就成為咗當時好多人就兩個版本都睇嘅好奇點。南海13郎嘅舞台劇嘅版本，嗰陣時真係人強馬壯，好多人做嘅，好講究一樣嘢就係劇場，我哋有樣嘢叫整體性，即係呢個表達同電影嘅表達唔同。電影係講分鏡頭，係講特寫同分鏡頭，但係舞台劇呢個如果講話劇嚟計咧，係講整體。當你有成20-30個演員，5人組就5上5落，加埋嗰啲姨太就12個阿媽，就12上12落。咁啊有陣時就男人扮女人咁樣嘅整體出擊，就排咗好耐。呢個戲我印象中係排足2個月。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，佢有個真人真事嘅基礎。呢個係呢部戲嘅基礎嚟嘅。香港話劇團第一次演出，佢原本個劇本仲長，佢哋第一次唯獨係4個半鐘。香港大學嘅戲咧，有一場係打籃球嘅，喺舞台度演啊，係後來係因為太長同埋好難控制，所以古天農已經抽走咗。其實我哋劇場嘅互動嘅，南海13郎嘅出場咧，喺個劇場裏邊咧，佢真係喺個觀眾席度走上台咧，係好正嘅。後來我哋研究咗咧，喺佢身度整好多爽身粉啊，成身塵飆晒出嚟。咁啊，但係咧嗰啲觀眾又唔會介意，一聞就知係爽身粉嚟嘅。但個視覺效果好正。舞台觀眾分鏡頭啊嘛，舞台啊全部人企晒喺度，你咪揀嘢嚟睇咯。有一個 run 嘅12個阿媽，大奶奶係我做。咁咪有人會捉到，呢個咪高志森落場做舞台咧，就好多空間可以俾演員去，仲可以揾到啲笑位。再見翻阿 Lily 嗰場喺個舞台版，我哋仲可以排嗰啲3上3落，跟住兩個人攬埋，跟住喺度捽面，即係仲有嗰啲咁嘅動作咧。舞台係 work 嘅，因為你有個3上3落，咁跟住你捽面係 work 嘅。但係我哋如果電影咁樣拍咧，咩料啊？唔得嘅，電影就唔得嘅。嗱，劇場係咁嘅，兩個人對戲啊嘛，即係喺度磨劇本。節啊節搶啊節搶令動唱令東唱，唱咩？呆咗嗱，呢個位咧就係劇場啦。呢個真係講劇場，hold 幾耐？觀眾笑啊嘛，唱咩啊？佢唔喐，觀眾笑。hold 一陣，笑聲一落，諗緊，觀眾大笑，再 hold，即係呢啲 hold 位咧，就係舞台嘅魅力咯。電影冇得 hold 啊，大佬！你一就剪，一就剪緊佢，一就剪鬆啲。就上海發生咗咩事？電影版裏邊上海就好實在嘅，將佢喺上海嗰段日子用黑白拍咗出嚟。但係而家咧就即係等於憑曲記憶。薛覺先唱一曲勾起，咁啊有個意象，咁啊當時咧就阿 Lily 咧喺個劇院 balcony 嘅角落，佢望住個包廂位嗰個位，大概嗰個位咧就打支燈喎。幾個嗰啲癲嘅喺瘋人院走出嚟，跟住咧就梅仙阿利路亞，後邊嗰陣就好似天使一樣，前面白袍。跟住幫一轉身，後邊就係一個袈裟。佢哋一坐低一盤膝而坐，就成扎就變咗和尚，由天使變和尚嘅呢一個咧，其實呢個就好巧妙，舞台處理得好好。因為咧佢呢個處理即係等於係，其實都係一個蒙太奇，佢處理咗蒙太奇，
畫面組合產生意義啊嘛。但係呢個舞台處理蒙太奇，呢個我覺得好高超嘅。所以杜國威啲嘢好多時舞台，我哋唔好諗住淨係做舞台，即係你要大家睇下個 full picture， 個整個 picture， 佢係有好多視覺組合產生意義。譬如話呢邊喺度講緊，哎呀啲姨太真係慘啦，個個都已經冇晒身家啦，當晒啦。嗰邊喺度發起咗財財，開晒佢啊！試玩啫。碧綠嘅蛇酒原來來自咁多位妻妾嘅3萬3透水綠，加埋唔敢流出嚟嘅眼淚。唐滌生同江玉球13郎，佢哋係咪真係師徒咧？呢個其實係杜國威嘅編劇功力嚟嘅。有人話佢哋應該係相識，但係佢哋未必真係拜過師，或者叫哎呀師傅。13郎如日中天，咁於是咧唐滌生可能會哎呀師傅，即係人人都叫老師㗎啦，而家係嘛？好，我哋君子之交就憑呢一杯茶。杜國威一個好精彩嘅改編啦，我可以咁講。無論我哋喺電影版或者喺舞台劇版、話劇版，我哋受到歡迎，好多人都好認同。我後來個總結個意思係，因為呢個係講懷才不遇噶嘛，咁係好多觀眾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噶啦，所以好認同。不過到我疫情期間，我做呢個粵劇版嘅時候咧，我多咗一個 layers。我係強化咗多一陣添，我認為呢個戲即係時代對人嘅命運嘅影響。你再講得實在啲就係國破家亡，你有咩運行啊？係嘛？國家不安全，你有咩運行？就係一個咁嘅 layers。呢個發生喺我排嘅時候，就係香港亦都經歷咗2019嗰一集，我嘅好強烈嘅嗰個感覺，即係人嘅命運。如果佢唔係有日本侵華，南海13郎，哇，勁到無倫啦，係嘛？心聲淚影女兒香，燕歸何處覓殘塘？紅宵夜渡寒江雪。痴人正是13郎。